喂，力酷，冇見一排見你面色紅潤、春風滿面咁，肯定有啲開心事發生咗咧。開心嘢就梗係有啦，咁一定係講緊上句嘅會慶日營啦。梗係啦！我仲記得嗰日同大家一齊玩遊戲、一齊敬拜，真係好開心噶。咁快啲睇下當日嘅片段先啦。神俾我哋教會嘅使命喺呢個世代裏邊做美好嘅見證。我拆先。哇！2025仲有幾日可以用啊，好正啊！LV 啊，你哋對我咁好嘅，一定好貴啦。多謝。夠啦！年年都收埋晒呢啲廢物，我唔想再玩啦。咪係咯，送嗰個人一定有心，但收嗰個一定好傷心咯。係咯，今年聖誕節，與其交換啲冇意義嘅禮物，不如送份有意義嘅禮物俾人啦。今年聖誕節，我哋將會出隊去醫院報佳音，現正招募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日期分別係12月13號星期六同12月14號星期日。依家星期日已經額滿，至於星期六下午2點半至5點，地點喺瑪嘉烈醫院嘅名額仲有15個。想用音樂祝福人嘅你，快啲把握機會喺10月12日之前報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想了解多啲詳情，可以向 Jason 牧師查詢。提到祝福人，其實香港都有好多祝福唔同群體嘅事工㗎。10月份嘅宣傳2小組將會請到天倫基金會輪椅事工嘅負責人嚟到分享好鄰舍呢個主題。時間係10月17號星期五晚上7點半，地點係樂兒天地2室。有興趣了解更多嘅你，就要 scan 低 QR code 報名啦。想受洗？你講咩叫信耶穌？我信啊，佢係我嘅救主啊嘛。睇翻2023年8月28號嘅晚堂崇拜，你去咗邊啊？唔見你嘅 record 嘅。嗰日咧，我要 OT 啊。你翻咗教會咁耐，點解唔見你參與任何服侍嘅崗位㗎？呢個咧，呢個係因為點解你答所有嘢都咁冇信心㗎？唔俾次機會咧，我真係想受洗㗎。喂，工友，做咩發呆啊？婷婷等緊你交表喎。好啦，你確認受洗㗎啦嘛？確認。咁 OK 㗎啦。咁我搞掂㗎啦。
洗禮咁大件事，當然需要認真考慮啦。但係只要你有心受洗歸入基督，就唔使顧慮咁多，一於憑信心報名啦。第54屆洗禮將會喺12月6號同埋7號喺各堂聖餐崇拜裏面舉行，而家已經開始報名啦。需要留意嘅係，報咗洗禮嘅弟兄姊妹必須出席洗禮6課，課程將會喺10月23號開始，連續6個星期四嘅晚上舉行。弟兄姊妹喺行政區索取報名表後，記住喺10月19號前交齊表格同埋相片啊！而第19屆嬰孩奉獻禮將會喺12月7號崇拜內舉行，有心志嘅父母請盡快幫小朋友報名啦，並預留時間出席簡報會，詳情可以參閱相關嘅海報。公仔，媽媽嚟接你啦！ Hello， 媽咪，喂，你好啊，我係張老師啊，想同你講幾句阿李公仔嘅情況，你而家方唔方便啊？可以啊。見阿李公仔咧，最近一返嚟學校就尖叫啦，無論上堂啦、食飯啦、做咩都好，都喺度尖叫。咁想睇下佢喺屋企有冇發生過啲咩事啦。唉，你唔揾我都想揾你啊，老師。都唔知幾時開始佢中意玩 lift，去到度度都係咁啊！叫佢唔好玩，佢就尖叫。有 lift 啦，行啦！我真係好尷尬啊！我耳膜都就嚟穿啦，真係好尷尬啊！你明唔明啊？我真係好尷尬啊！走咗未啊？媽咪走啦，拜拜，老師，走啦！我哋都好明白照顧小朋友上的確係會遇到唔同嘅困難。嚟緊樂兒天地會同埋 One Sky 李伯中一片天國際體育中心合辦照顧者培訓課程，課程圍繞成長、照顧、管教、情緒、遊戲同埋閱讀6大主題，與參加者介紹回應式管教、了解同埋回應幼兒情緒，以及如何引導與賦予幼兒能力等等嘅理論。課程由10月15號開始，連續8個星期三嘅上晝喺樂兒天地舉行，適合所有對育兒有興趣嘅人士參加，費用全免。有興趣參加嘅弟兄姊妹，記住最遲喺10月6號星期一之前 scan QR code 報名啦。其實咧，我自己咧都真係冇咩創作嘅經驗嘅。不過以前咧就聽好多嘅詩歌啊，好多嘅音樂裏邊咧，我都會有少少嘅 melody download 咗落嚟，跟住就可能得一句兩句，我都會擔心，咦，究竟我有冇機會可以試下去做下創作呢？咁我自己裏邊都好冇信心嘅，但係咁我哋就喺裏邊咧互相保衛啦，將我自己一啲嘅經歷啦分享俾我創作嘅小組，大家有個創作嘅主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去到分工，即係每個人都會俾意見咯，我覺得大家都唔怕錯咁樣咧。小組裏邊咧，有人係識得彈吉他，有人識得編曲啊，或者有人可以好似我咁去到諗一啲 melody 出嚟啊，咁大家合作咧就變成一首完整嘅詩歌啦。但改變得釋放，主寶血唯一拯救，只因你不捨棄，深相信無比的愛，捉緊你應許我，今不再情緒捆綁。咁咧，我哋就喺呢個團隊裏面咧創作啦，咁所以唔使咁擔心嘅。以上一次嘅創作營為例咧，我哋會有啲 workshop 啦，會提供一啲方法，由零開始點樣去作一啲嘅 melody 出嚟啦，又或者有啲咩嘅創作嘅 pattern 可以使用啦，然後等佢哋咧即場咧要作啲嘢出嚟嘅。咁所以第一晚咧，主要都係吸收多嘅。第二日就係主要分組創作同埋我哋成果發佈嘅時候啦。咁我好記得咧，上一次我哋敬拜隊去到最臨尾啦，要準備走嗰個聚會咧，就係大家將一啲嘅作品去一齊唱出嚟。咁我自己嘅感受咧係覺得好感動嘅，因為大家嘅作品都好特別啦，好獨特啦。當一齊去唱一啲快歌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哇好激動啊！咁
咁所以我都好期待住嚟緊呢個創作營裏面可以認識到更多唔同嘅弟兄姊妹啦，一齊去撞擊一啲新嘢出嚟咯。唔過野詩歌創作營已經開始咗接受報名啦，對象係主恩會嘅弟兄姊妹，舉行日期係10月28號夜晚同埋10月29號全日。提仲猶豫緊嘅你，名額只得30個，額滿即止，大家快啲把握機會報名啦！秋季係一年4季之中最短暫嘅季節，短暫但燦爛啊嘛！因為秋季節期更新禱告已經開始咗啦嘛。因為由9月22號開始，教會已經不斷將禱告嘅內容經過 WhatsApp 嘅形式轉發俾大家啦。祝福大家一齊可以走進上帝嘅心意，同埋生命有所更新。仲有，嚟緊下星期3晚如常會有琴與爐祈禱會，主題係歡慶住棚節，歡迎大家一齊返教會參加啦！最後提大家，下個禮拜6日嘅崇拜前後會繼續有 fellowship， 歡迎大家帶埋新朋友返嚟飲杯咖啡一齊 chill 下啦！咁今個月嘅家事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個月再見啦，拜拜。